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春节期间最大的新闻就是万科管理层集体下岗，万科的大股东深圳地铁接手万科。这个我做了2期节目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继续往后看看万科接下来的命运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破产重整？实际上在过去的这3年，自从恒大暴雷以来，这房企是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万科不是最后一个。伦敦高等法院批准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远洋集团约6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计划。自2021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其他开发商出现违约，远洋集团正试图在伦敦和香港同时进行海外债务重组。远洋集团请求高等法院批准其计划，但债权人反对，认为该计划对其他债权人不公平。法官在书面裁决中表示他将批准伦敦的重组计划。这个远洋集团2大股东好像也是央企，远洋集团也扛不住，一向这个以经营业绩优异品质优异而著称的绿城也扛不住了。2月3号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发布盈利警告，绿城中国预计2024年股东应占利润下降50%，什么意思都是盈利能力现在下降。公告显示根据绿城中国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未经审核综合管理账目及本集团现有数据初步评估，预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年度公司股东应占利润同比2023年人民币31亿元下降50%以内。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房地产市场整体下行及公司主动加大长库存去化力度，加快库存结构调整，导致2024年计体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所致。只要是盈利下降，最后导致不赚钱，再好的企业也扛不住所以你看2024年利润下降50%，2025年，所以我一直说只要韭菜不买房，这些房企都会爆雷，它只是先后顺序，有的底子厚的它晚一点爆，底子薄的先爆，杠杆用的高的先爆，杠杆用的少的后爆，不是不爆时候未到，因为你盖的房子你卖不去你说那我就盖，不盖那你开发商干什么？你手上总得有土地开发商的使命就是盖房子卖明知赔钱还要盖房子卖，那你说他能不爆雷吗？不光是这个远洋、绿城、万科有人统计了2024年亏损较为严重的房地产企业预计亏损情况，大家听一听就知道了。整个2024年预亏万科预亏450亿，金科股份预亏205亿到285亿，绿地控股预亏110亿到130亿，金融街预亏90亿到120亿，首开股份预计亏损75亿到95亿，荣盛发展预亏72亿到95亿，华侨城这又是个央企预计亏损70亿到90亿，金地集团预计亏损56亿至70亿元，中交地产预计亏损53亿，华夏幸福预计亏损40亿到60亿。看10家房企预亏，这亏损都不止1000亿。2025年怎么度过这个都是在沪市上市的还没算什么碧桂园、融创、恒大什么。所以我说2025年刚开年对房地产行业就是一个暴击另外一位大佬呢，万达的王老板现在继续在甩卖自己的资产。根据澎湃新闻报道王健林继续旗下资产的出售计划。根据天眼查披露的信息近期宣城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和铜陵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均出现了股东名单变化，新增控股股东昆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原股东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出。这个昆华实际上就是新华保险旗下的这个管理公司吧。那你看新华保险还在不停的买万达的资产，我在想这个和泰蒙含泪给王老板输血不是一个道理。那这个新华保险恐怕也是含泪在收购万达的资产，因为自己被套住了，这属于自救对吧？王老板的400多个万达广场里挑那个经营效益好一点、资产优质一点，拿回去顶账也是无奈之举迫不得已。你这个时候逼他还钱，说白了就是破产，但破产你也啥也得不到，还不是把死马当活马医这就跟恒大暴雷时候一样的。恒大一暴雷以后，恒大下面很多项目不都被什么光大证券、那个证券这个信托对吧？五矿信托、什么光大信托，统统的把这个恒大的项目直接拿走了。然后但是呢，媒体天天吹就是五矿信托出手要拯救恒大，也是光大信托出手收购恒大的资产。实际上他都是被迫的，因为他借给恒大钱，恒大还不了，人家只好按照合同把这项目给包
抱走了。实际上抱走的是一个探手山芋啊，回去还得花钱去盖，否则政府要保交楼找你麻烦。我在想啊，这个新华保险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我们看看这个媒体啊怎么宣传报道这个春节的楼市啊，说1月深圳楼市迎来开门红。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获悉，2025年1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成交近万套，同比增长60%，市场再现日光盘，首宗居住用地成交溢价率超70%。1月份房地产市场是传统淡季，但深圳市场交易依然活跃，全市新建商品住宅晚签销售5090套，同比增长97%；二手住宅晚签成交4554套，同比增长31.5%，延续去年10月以来市场回暖态势。有关专家表示，在经济持续向好、政策持续助力、市场预期持续修复的带动下，2025年深圳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态势进一步巩固。这个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他说啊，有人旅游半路拐去看了套房，春节楼市也热闹，旅游半路拐去看了套房，房产中介提前准备金3银4。我们提前在年初4开门，经理已经对店里的放租房源和挂盘的几套二手笋盘进行了推广策划，准备春节后再加一把劲。在深圳罗湖百事达片区，一位工作超过8年的资深房产中介陈经理表示，希望今年的金3银4能将市场热度延续下去。在一系列楼市止跌回稳政策推动下，2024年大部分城市楼市翘尾收光，也提振了市场对2025年的期待。老张在杭州从事房产销售，他说啊，春节期间会来销售处看房的一般都是打算自住的，今年大家的信心普遍比去年强烈一些，所以来看房的购房家庭中有不少都是购房意向比较强烈的。黄先生一家4口也是春节期间看房意愿，但他这次看房之旅纯属意外，是个巧合。他说我们年初2从温州出发，一路自驾游过来，本来下一站是黄山，开到半路车快没油了，一直堵车也很闹心，干脆绕拐到杭州来见朋友，顺便看房。你说服不服？人家出去旅游因为路上堵车，所以他直接到杭州先看看房，就这么任性。不过这个中指研究院呢还是给出了报告他说2025年1月一线城市市场热度延续，同比增长明显，4个一线城市环比下降33%，同比上升56%，就是去年的1月份那肯定是基数比较低他说其中深圳因2024年基数较低，同比倍增170%，短期内成交热度延续。广州次之，同比涨幅也在60%左右。北京、上海成交增长动能略有放缓，单月成交规模均不超40万平方米。二手房持续分流新房市场热度。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指出，今年1月恰逢春节假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销售，致使1月份销售额同比出现下降，但相比2024年超30%降幅有明显收窄。同时，多地结合房地产利好政策，推出形式及内容多样迎新年购房活动，持续发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关于这个房企如何的促销，这个连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都报道了，促销的一种手段就是提高得房率。什么叫提高得房率呢？就是咱们不是老是诟病吗？你买100平的房子，实际上只有70平，因为这个有公摊面积。现在不了，现在很多地方你买100平，你实际得到的恐怕是120平，实际上就是变相降价。因为直接降价的话，一个老业主不愿意，要维权；第二个，如果直接降价，对地方政府也不愿意看到，所以只好变相降价。这个联合早报说中国房企赠送阳台飘窗面拼业绩。他说送超大阳台，送南北飘窗，送部分卧室。岁末年初，北京多个售楼处为冲业绩，纷纷开启赠送面积大比拼，卖房送面积，成为开发商试图提升新房买气、拯救销量的主要手段。只要他还在促销，那就说明楼市并不是那么火热。如果楼市真的火热，他根本就不需要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噱头。说记者在春节前走
走访北京顺义、大兴等近郊新楼盘时，售楼人员一致声称所售住房是北京最差最卷的，以此凸显楼盘的高性价比。他们所说的卷，除了卷户型、卷装修品质，最主要的是卷面积。在顺义一处由国有开发商保利集团新推出的住宅楼，销售人员称，一套126平米的4居室能获得约22平方米的赠送面积，其中包括16平米的大阳台、6平米的部分北向卧室。你看看啊，你买126平，给你赠送22平，这个得房率啊就大大提高啊。如果按每平米5.7万售价计算，相当于向卖价提供约125万元的折扣，占到总房价的17%。不过，赠送面积不会写进房屋买卖合同或产权证中。位于北京大兴机场附近的一处新楼盘，同样以赠送大阳台、飘窗为最大卖点。售房人员极力推销一套135平米的热销单元房，赠送面积高达33平方米，其中包括27平方米的转角飘窗，以及约6平方米由设备平台改建成的部分书房。不只是北京的新楼盘在卷面积，今年以来买房送面积在广州、西安、成都多个城市都是新楼盘的主要卖点。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在西安保利天赞、华润、明德润府、龙湖、玉湖境等项目，通过赠送阳台、露台等部分面积形式，让新房得房率达到100%。在成都，润达丰集团旗下的滨江项目主打70%赠送率，79平米可实得140平方米，最大200%的得房率。就是你买79平米，实际上你拿到手的是140平米的房子，你说这叫什么事？这个说来说去啊，不管他玩什么字眼，说来说去就说明这个房子很卷，房子不好卖。中国房地产市场为人诟病的一项制度是公摊面积，买家得为电梯、楼道、连廊、大厅等公共空间买单，到手房子的实际使用面积往往只有产权面积的7-8成。买房送面积是开发商常见的销售噱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过去好卖时，开发商往往用赠送面积的名义暗中抬高价格。在房地产市场低迷之际，赠送面积就成了开发商的大力促销、快速回笼资金的主要手段。连新加坡联合早报都搞得清楚，都已经搞明白了这个猫腻啊。这个信用评级机构中国东方京城评审中心执行总监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啊，赠送面积也就是得房率提升，逐渐成为新建住宅项目一个主要卖点。赠送面积会增大开发商的建设成本，但本轮送面积潮主要是在二手房以价换量以及部分城市出台新房限跌令的情况下，开发商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变相降价促销方式。你看，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一个政府不希望你降价，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是他总是暗中阻挠你降价，那开发商只好搞这种赠送面积，提高得房率，明面上没有降，实际上他在降。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二手房，人家房东以价换量，早日套现啊，等人家降价卖，二手房在降价，你新房不降价就卖不动。我想这个恐怕是当前中国楼市的现状，而不是动不动就是什么70%的增长，那一数字可以说非常虚啊。你看啊，房企争相卷送面积的背后，除了房子不好卖，也与官方松绑住宅建筑标准有关。那这里咱们要说的啊，这个所谓的送面积，它并不在你的房本之内，就是你的房本里面可没有标这一块，产权证啊没有这一块。好处是什么呢？好处你物业费、暖气费你也不用交这个送的面积的这一部分。差的地方在什么？那就不好说了。有的时候开发商啊可能是违章建筑，这个里面争议就比较大了，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而一旦说认定你这是违建，就是你赠送的那一部分啊，那到时候让你拆你就得拆，没人能保护你。你说我买了就这样，那不行。所以说啊，就是这个有风险。刚才说了这个咱们的楼市啊，深圳叫看门虎，我们看看这个香港1月楼市。根据媒体报道啊，2月4日，相关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指出啊，2025年1月份整体楼宇买卖合约登记啊，包括住宅、车位、工商储物业，一共是4925宗，总值385亿港元。这个比2024年12月5510宗427亿港元分别下跌10.6%和9.9%，整体成交再度跌破5000宗水平，宗数及金额均为2024年9月之后啊4月的新低。也就是从9月开始啊，那这个香港的楼市成交就开始清淡，一直在下跌，反映12月圣诞节传统淡季，市场气氛观望，开发商暂停推售大型新盘，二手交投亦持续
续稀疏，也就是香港啊楼市可没有像深圳那样什么回暖，它是继续在下跌啊。香港楼市啊可以作为咱们深圳的一个风向标。我们再看看内地的楼市啊，我看有一位 UP 主啊，他介绍了武汉的就是城乡结合部啊，就是郊区吧，黄陂区这个房价的变化，房价从12000降到5300，导致购房者啊多年积蓄化为乌有。大家看视频啊，房价从12000降到5300，多年积蓄化作一场空，炒房客梦碎大城市的郊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汉北边的黄陂区盘龙城。眼前这个小区呢，在几年前2018年时候还能卖12000左右1平方，楼下就是地铁，坐地铁大概30多分钟就能到汉口的江汉路步行街，而且呢附近有学校，也有大的商场，可以说是生活配套齐全。在当时呢，由于武汉主城区限购了，很多人想在武汉买房，但是没有资格。但是它的一些远郊区是不限购的，当时这边刚好就是不限购的，也吸引了很多人来这边买房。再加上人们都觉得地铁一响黄金万两，这边不但有地铁2号线的延长线，也有地铁7号线，可以说是双地铁交汇。这就让更多的人相信自己买了房子，等几年地铁通车了，房价呢肯定是不会赔的。万万没想到，这几年呢地铁倒是通车了，2条地铁都通车了，房价却是一年比一年便宜。现如今呢，就眼前这个小区吧，听楼下中介就说呢，二手房成交价已经降到5300左右1平方了。在去年的时候，很多人还觉得继续扛一下，房价说不定就涨上去了。去年时候还能卖7、8千，但是没想到今年呢，5000多1平方的房子都出现了。如果说是买来自住的，倒无所谓，毕竟你不关注那个房价，其实房价的涨跌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那些用于投资的，把房子放在这里，长期也不住，坐等升值，那就比较难受了。如果说有房贷的话，每个月还得付着房贷，还得交着物业费，需要养着这套房子。就算没有房贷，买房款它也是有资金成本的，比方说买房子的100万存到银行，最起码有2、3万的利息。感觉楼市真的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武汉的地铁口商圈旁，现如今降到5、6千1平方，比我老家县城的房子都便宜，而且人家这边还是带装修的，老家县城还是毛坯房。当初的那些房产专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天吧。实际上啊，12000降到5300还不算狠。如果说降价降得狠的这个黄金楼盘，你比如说燕郊，比如说大厂、香河，就是环绕着北京的啊，以前非常火，他们现在这个价格降的差不多就是膝盖涨。所以互联网上啊出现了什么送房，就是免费把房子送给你，你只要替他还贷款就行。哎，这样的文章还有这案例，指的都是燕郊啊。确实啊，作为一个打工人，如果不幸买了这样的房子，这半辈子就是白忙。我们经常说啊，在房价上涨的时候，对吧？你尽量早上车，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一些困难，要赶上这趟车啊。只要你上了都是对的。但是啊，房价下行的时候，你能不能上车，你要掂量自己，叫量力而行，对吧？你要看你的抗风险的。如果你说我有钱，我不用贷款，那你买不买都行。你是消费，抱着消费的态度买房没毛病啊，是为了让自己高兴，让自己住的舒服一点，这个没错啊。如果你还要借钱买，尤其是你的工作还不稳定，当然了，现在这个社会工作稳定的很少，就大部分人都是工作不稳定，干个3年，长了5，再长8年，你觉得换地方，流动性比较大，变动也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贷款买房，那这个风险就非常高。一旦你找不到工作，这个房价又在下跌，那你真的是套死了，那你就得为你的行为买单。如果房价涨倒无所谓，你可以把房子卖掉，我少赚一点，我甚至不赚。房价只要涨，对吧？你不涨价，你很快就卖掉了，你就脱手，你把欠银行的钱还上，对吧？你自己的钱还是你的钱。如果房价下跌，你第一房子卖不，即便卖出去了，你房子便宜了1/3，你的钱赔掉了，银行的钱你得还。如果你房子卖掉了，银行的钱还不够，那你还背着债。
债。从总体上看啊，如果你不在乎你工作地点和你的居住地点不一致，那么你肯定能买得起一套，就是你买起一套房，努力没问题。比如说鹤岗，你5万块钱买一套，你肯定有。未来趋势就这样啊，就是你非要想有个家，你可以到广东清远，对吧？辽宁的阜新，甚至云南的个旧，你买套房，那有个家。但是你上班也不在那儿，你上班在上海，在深圳，你在那儿还得租房。恒大暴雷以来啊，这3年给我们最大的教训，确实就是房地产没有了金融属性。除了北京、上海个别地区，个别地区那房子还有金融属性，其他的地方房子只有住的属性。这3年来做到了。你看那3线城市、4线城市那县城，那房子根本就没有流动性，都没人问。一个县城一年能卖100套房子就不错了，二手房啊，就没有流动性，怎么叫资产？所以以后啊，你说有金融属性的，恐怕就是上海少数几个城市，而且还是就是核心位置。你看北京那房山的房子，它也卖不掉；密云、平谷的房子更不好卖。刚才咱们节目介绍的顺义、保利的房子都不好卖啊，所以它要赠送20平的这个阳台啊，这不就是不好卖吗？实际上啊，对这些攒钱的人来说，把钱往公行存的人来说，未来这3年应该更加关注房地产。如果你没有房子啊，应该关注。我觉得未来3年有机会啊，实现你买房的梦。这房子说不定啊，就到了你理想中的价格，变得突然啊，你发现它不是特别贵，好像你能买得起。为什么说3年呢？因为全国各地不一样，大家多关注。至少啊，房地产的上面泡沫已经给你挤掉了，就是这3年恐怕变化比较大。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